嗨，到今仔日，今日是拜六，嘛过10点嘛，我真正无应该出现伫遮。不过就是向红做想你。哦，好啊，三不五时一届是无要紧。不要紧啦，看到你就好啊。我惊你甲伊留来。你是安那啦？你有这种表情啊？我若留来，就变做我的问题啊。你安尼讲什么意你思？叫是我无看你迄委屈的表情哦，我真想无。你到底无欢喜啥物啊？咱不是已经讲好了嘛？要互对方一个自由的空间。你即马向向出现，我讲要留落来，规矩就是规矩啊，安怎定就安怎行啊。你搁要问我咧是无欢喜啥？好啊，咱就照规矩行。啥？你到底是来气啥啊？我的气啥？你的音乐，你的红酒练册，你一个人足欢喜的呢。你搁说叫我甲你搅了共款，我永远都无法度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呢。我真正想无的，明明是两个人的谈恋爱，我哪感觉遐尼孤单？你为什么有遐尼多规矩？你凭什么抢我的分数啊？我的分数你考了，咱是不是都要分手？我叫是咱会愈来愈好。谈恋爱就是安尼啊，需要互相体谅。我真正无知影你无介意，你也是你无介意迄规矩，还着莫定。你想要啥物时阵来拢会使。你也免安尼啦，两个人做伙哦，若无比一个人快乐，真正是无需要。咱即马需要的是时间，1年、2年，加3年，咱一定会找到适合咱做伙的伙伴。